南寧市東部嘅寧離鎮，邕江自西向東從中穿越，隔開了小鎮嘅南北兩岸。長久以嚟，渡船係當地人往來兩岸嘅主要交通方式。過江輪渡，人滿開船或者15分鐘開一班船。如果係車渡呢，一般要等半個鐘以上。聽講逢年過節過渡高峰期，一般都要等1到2個鐘頭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黎。今日我嚟到南寧市嘅青秀區寧離鎮嘅寧離糖廠渡口，帶各位睇一下車輛、行人係點樣過江渡船呢？而家我哋睇到嘅呢係輪船已經靠岸啦啊！機動車陸續開車上船嘅情況。細車過渡每部係20蚊，車嘅大細唔同，重量唔同呢，收費標準亦都冇一樣嘅，最貴係250蚊。行人過渡係免費嘅。所有車輛已經全部上船之後，就開始輪到行人上船。我哋跟住一幫人上船睇過。所有嘅行人上齊船之後，就可以開船啦。我哋喺船上睇到邕江兩邊嘅風景仲係可以嘅，江面上呢時不時有船開過。經過7-8分鐘左右，船已經靠岸啦！師傅勸我哋準備落船，並且注意安全。落船跟上船正好相反，行人先落船，車輛後面再落船。好啊，今期嘅視頻就到嗰啲，多謝各位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